Let's go. Come on, let's go. 好，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两个人的第7回合。连续前手，完木。伊利这边予以回接。后手。伊利都用灵活的脚步闪开了对手的进攻。对，我们看，其实即使到了第7回合，比赛已经哇后手，刚才看到很重啊，这一拳。对日本选手有一点趔趄了。哇，漂亮！以及前手，这也是伊利下踢这个经验丰富的地方。给到一记重击之后，不急于追击，在这个时候恰恰要防守对方的这种反扑。是的。以及后手。好的，我们看到伊利刚才连续的这几组攻防转换的衔接非常的到位。对，进攻出拳之后走开啊！我们看到伊利下踢，他在往对手的内线、外线不断变换着移动的方向。没错，让对手琢磨不定。现在已经来到了比赛的后半段，但是伊利下提的这种脚步上的移动调整还是非常积极的。双方选手的进攻的强度，漂亮要闪，频率丝毫没有降低。没错。看来对这场比赛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对，这是一场十足、含金量非常十足的一个金腰带的头条主赛。哇，对手的前手拳也很重。那这场比赛也不仅是拼两位选手谁的进攻更加犀利，更是拼两位选手谁的下巴更硬啊。不过还好，伊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遭受太多的重击。没错，后手前手，漂亮。上下。好的，伊利这次进攻之后，马上转为防守，没错，一点不给对手机会。漂亮。这前手一个虚晃之后，紧跟着后手的实锤。哦，对手的防守，哇，漂亮，还击，非常漂亮的还击。完木的下巴真是硬了，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比赛。Thank you, blue corner. Let's go. 第8回合比赛开始。比赛的最后3个回合了。前手，伊利不断调整自己脚步，也在往前压。后手，能看出来伊利对这个距离的把控还是相当到位。是的，其实他的对手丸木玲介比他的身高、臂展这个数据上都有一些优势。没错，而且丸木